全地中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请咱三甲来吟圣诗第18首，圣诗第18首。我心阿罗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心阿罗上帝，主人听我的悲，天对万物三甲音声。阿罗伊大尊名，秋马残龙最川，叫创大海观山，天命伊大观灵应更，你来公义家尊，我心阿罗上帝。感谢人的悲，中中会将因死负下，阿罗伊大尊名，切水草不切水，光为归切结水，一更就来两梦吹来。请咱大家有缘徛哩，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来交托启应文第60篇。启应文第60篇。我若为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我若有教业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财产去救济，还是献身躯互会修，
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生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愿望，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咧看，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信、愿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阿门。像咱额头同心来祈祷，慈悲疼人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伫创造世界大生。定着伫基督的内面来竞选阮诚侪你的囝儿，也为着要救赎阮，照你的旨意伫所安排的日子，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阮中间，为着要担当阮人的罪，受到侪侪苦难，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佮对世人中过我，互见若信靠伊的人。来得到赦免，通称做义，佮享受阮有永远的活命。你的疼极大，你的恩典满满，阮深深感谢学了你。总是阮犹原要罪恶的本性，紧紧做歹，并断行好，有侪侪软弱甲过失。阮伫遮要诚心悔改认罪，求主你赦免阮，怜悯阮。通过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搁一摆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伫基督内面学习顺服，得到完全。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帮助阮行伫你光的内面，遵探你的旨意，一世人来跟对你，服侍你。阮知你是深深疼阮，阮甘愿独独为你来活，献上阮的一生。通得到你的欢喜，求主你感纳。今仔日是圣的主日，阮众兄弟姊妹围擂伫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领受你对顶面来的教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所讲的话是神，是活命。你的话安定伫天里，直到永远。阮这时特别为了查牧师来祈祷。恳求你圣神来充满伊，互伊所传讲的信息刺激阮逐人的心灵，引传阮来明白真理，通遵守你的诫命，在日常的生活中来实践阮的信仰，照你所欢喜的旨意行，有份伫上帝国的起造，用阮的一生来成做人的祝福的管道。恳求圣神即时引传阮。保守阮，互这个礼拜一切照天书正常，对头甲落尾，拢会平安顺遂。当我要将这个盛会完全交托你的圣手，求主你分别做圣，圣神充满我每一位。这时我要奉耶稣基督对死国活得胜的尊名，命令撒旦离开这个所在，袂当搅扰阮的心思意念。互阮通专心致意领受真理。今仔日无来的兄弟姊妹，阮也为着因来祈祷。无论伊是出外的，也是破病倒伫床里，求主你有缘保守因，看顾因，甲因相甲伫咧，
愿你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一切尊贵、权能甲阳光拢归乎你，平安归于阮在座每一位。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下面咱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0节。第25章31节到40节，这是我来强读。当人子伫伊的阳光甲朗爽的天势来的时，伊要坐伫伊阳光的座位，诸疾万邦伫伊的面前，伊就要分别因，亲像牧者分别绵羊离开山羊，将绵羊ฮ็伫伊的正边，山羊ฮ็伫伊的倒边。迄时王要甲正边的讲：恁对我的爸得到恩典，正经来成接国，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避慢的，因为我枵恁饱互我食，我的喙大，恁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大，我脱腹地，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呢，你来找我。迄时义人要应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喙大来互你啉？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大，脱腹体来互你穿？什么时看见你破病，还是伫家里来找你？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姊妹时一个，就是行伊伫我。以上愿上帝祝福，今日听见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咱要来请圣歌队来赞美。圣歌队今日要赞美是我愿专心信靠，这是来请。正道，咱今仔邀请詹牧师伫咱中间。伊今仔正道的题目是我邀，咱继续来邀请詹牧师。咱第三个阿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从阮来到伫你施恩的座前，来敬拜学罗你，也要搁一遍对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教示。恳求你的圣神开启阮的心门。帮助阮，互阮更加了解你的旨意，也互阮会通顺服你的意思，来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中间。主，阮搁一遍伫你的面前，将下面的讲段分别做成。愿主你亲自用你的话来教示阮，互阮讲甲听的，拢得到激励甲帮助。伫你面前感恩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免。了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搁倒转来，到了咱的教会这个所在，甲大家参加敬拜上帝。我咧讲，搁倒转来，有几个真要紧的意义。第一个是我伫台北读册的时，有当偌久的时间，
伫咱的教会三甲伫圣歌队做服侍。迄个时阵遮的圣歌队员到今仔日拢甲我同款，头毛渐渐少，然后年岁渐渐济，所以伫这中间，佫看到遮老朋友的时，心内不知欢喜。咱另外就是，我伫台东新港教会牧会的中间，有几来个咱的兄弟，走到伫台东新港，去找我坐。伫迄中间，互我有机会通介绍即个东台湾第一间教会，总是伫台湾的教会中间，上界偏远无人知影的教会，迄个所在叫做新港。我拄则咧问遮个少年的、遮国语堂的兄弟讲，新港伫倒位？恁敢知？只有2、3个人举手，毋知咱中间知人举手，台东新港，大部分嘛拢毋知啦，对吧？所以伫迄中间，遮个兄弟走去找我的时，迄个是伫台东的三仙台边迄个小小的城市。伫迄中间，迄间教会是迄个东台湾第一间的教会，因为古早伫东部开发，毋是对台东市，嘛毋是对花莲市，乃是对新港迄个成功迄个所在，对迄个所在。所以我伫迄个所在拢总有12冬的时间，伫迄中间有一个真正要紧的工程，就是甲隔壁一个三角窗的医生馆，迄个长老医生馆，过星期了后，人要甲买去做卡拉 OK 的餐厅，所以教会嘛在计划讲，要安来诚做一个设备较好势，也嘛会通硬体较好势，会通发展当时已经真正认真地推展的社区的工作。所以就甲迄个医生馆买起来，总是迄个介绍是天文数字，对因东部的教会来讲，所以伫迄个中间，互我有机会对咱的同工，对咱这兄弟来说明新港教会的现象甲所拄到的困境。所以转来了后，伫开会小会就通过讲，安尼同意新港教会伫这个所在募款。所以我有机会对台东开车来到遮，载物件来义卖，搁伫这个所在来募款，嘛得到咱兄弟侪人的帮赞。所以伫我的印象的中间，不管是我伫大学的时阵读册，咧读册伫遐参加圣歌队，教会真正怜悯我这个善车囡仔，所以我特别互我有迄个交通的津贴啦，这大部分人拢毋知影的款。所以互我会通伫生活上有淡薄的帮赞，所以对一个志味社一个，咱伸手去帮赞伊，才互我有今仔日有这个机会，伫这个所在甲大家三甲分享上帝的话。可能真侪人毋知影，我咧甲咱伫圣歌队服侍的时阵，是礼拜日做基督徒，总是我到拜1、拜5的时，我是一个不教徒。虽然我的亲人拢总是基督徒。所以，我嘛真欢喜来时看到明辉甲丽香，那是我的表妹，我的迄个妹婿安尼吼。所以，伫遮个亲人拢基督徒的情形里面，甚至我阿公是伫这所在礼拜，我的兄哥嘛伫这所在礼拜，总是伫迄个时阵我拢毋敢互因知影，因为我伫拜1、拜5的时，暗时常常参我的同学去善导寺，去真侪遮个所在念经拜佛。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的教会会通帮助一个这款的囡仔。我伫了后，伫信仰的追找了后，佫倒转来到伫教会，佫决心去读神学院。当然，这有真侪过程，上帝引带甲教示。总是伫这中间嘛，感谢有咱这个教会这个所在，互我伫迄个时阵嘛有真好的朋友，通伫迄个思考辩证的过程的中间。来得到帮赞，所以对志味社一个帮赞。真侪时阵，咱知影，毋是咱会当做甚物，咱毋是伫讲迄个效果是甚物。业种的甲修行的，常常是两个无共款的人。总是甚物人互伊大长，乃是上帝互伊大长。所以伫这中，我非常感激咱的教会对我的帮赞。总是嘛，真正感谢咱的教会对迄个偏远地区弱小的教会。
其实袂使讲弱小的教会啦吼，就是迄个较偏远的教会、经济较歹的教会，咱的教会真正伫这所在嘛，伸手会当去帮助因。所以这点，互咱会当感觉，咱的教会是一个上帝所欢喜、荣耀的教会。到伫过去我的工作，伫过去12年前，我还伫台湾基督教福利会。啊，这基督教福利会，毋知咱中间知影这个基督教福利会人举手？吼，捌记者过才知影啦吼，大部分人拢毋知影。这个基督教福利会吼，是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美国的教会伫台湾所成立的一个组织。主要咧做啥物？咧分面粉、分肉蛋、分肉罐、分做这个救济品的一个救济单位。咱拢知影教会咧分这个，所以咱的教会互人当时称呼做啥物教？面粉教。吼，啊，所以伫这中间吼，这个机构，咱拢知影教会咧分，总是毋知影伫教会所分的资源，其实是对美国的正教会甲政府所累积，然后送到台湾。交予基督教福利会，啊，然后由基督教福利会招这个正教派领袖组织执行委员会，啊，然后各教会去执行。所以这个机构伫台湾有真正深的根，是全台湾各所在拢有这款的记载。总是伫美国人救灾20天了后，倒转去美国了后，交予台湾的教会，所全咧背书迄个大的塔。一个真悬的塔，所全来放去，所以伫30多久的中间拢无有动作，一直到9日迄个时，才当正教会，特别是基督教合作协会，啊，教会合作协会要求讲，咱爱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助做救灾工作，啊，因就想讲，安尼就是这个古早的救灾这个机构，上届有丰富的经验，上届有这个本钱。因为当时有一间足大间的厝，即卖仁爱路，迄个仁爱病院边啊，的大楼，啊有2、3、4、5、6，遐尼好的资产，所以应该人来领导教会做这个工作。总是迄个时阵只有2个人，一个是咧做囡仔教育的工作，一个是咧做老人的这款的商联大学，因嘛唔叫商联大学，叫做中老年人学习课程，啊，这款的工作。所以要叫因负担这个工作真困难，所以才了后正教会请夏中坚牧师来引带伊家己迄当时的基督教福音协进会，啊来成立一个临时的组织，叫做基督教救助协会，就是即摆所谓的1919。所以内面我若拄到这个机构的时，我就感觉足见笑，因为当时在期待这个机构真侪一个真水。真有见证、有力的机构的时，却真侪迄款的破相的关系。所以伫这冲击的中间，当时有一个真深的思考，咱唔通阁分迄个出租的钱来做小型的、小型的、微型的社会工作，要请一个专职的人来重整机构。啊，所以张德强牧师做董事长，嘛做咱总会总干事。啊，伊就找我来接这个机构，所以这个机构的过程，安尼我只有人做一项工作，就是做志工的训练。伫咱中间有几来个兄弟啊，苏贞杰、林龙杰，因参加做这个训练。伫这个训练的内底，12天咱拢总训练超将近5000个人，对政府来得到迄个认证。总是伫迄个时阵，大部分的人拢袂晓伫教会中间要安怎运用。啊，唔知要安怎去发展这个工作，所以伫迄个内面啊，一段时间我感觉讲唔对，应该就爱来调查讲有几个人还佫伫迄个志工的工作、助人的工作、服侍人的工作的工位的顶面继续在服侍。所以感谢主，伫这志工在联络的上，要有7成的人伫迄个服侍的工作、助人的工作的顶面继续为主在发光。我讲这个，是因为我离开福利会了后，到了一个特别的机构，这个机构叫做台湾国际邀歌对策的协会。邀歌对策，若讲到邀歌，咱就知影讲展望会有一个邀歌30对无？
G20嘛。啊，这个 G2对策，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一个国际机构。啊，所以伫台湾成立这个机构，嘛伫福利会时代筹备完成的。有一个真正要紧的使命，就是互人鱼啊。不过咱知影讲，互人鱼啊食的时，不如互伊一支啥？钓竿吼。啊，然后就是教伊安怎钓鱼啊。总是咱较少想着讲，啊，教伊钓鱼啊，总是问题是鱼池啊，若无鱼啊，钓有啊无？钓无。啊，是迄个水污染真严重。你钓起来敢食无？唔敢食。我伫12冬久住伫淡水河边，淡水河有真侪鱼，真侪人去掠鱼，总是掠的，拢唔敢伫淡水卖。什么原因？因为大家知影讲，啊，迄度某人去掠的，啊，迄度厝边啊都是什么人，拢嘛熟悉，啊，所以吼，唔敢伫淡水卖，拢摕对卖，摕伫台北市卖。因为台北市唔惊死嘛，即个百姓唔惊死啊，拢食迄款的污染的鱼啊。所以伫这中间，这个幺五对策的工课，唔是干那在做互人鱼啊食，是对农业的产业，对上帝所想事。第一个产业是什么产业？农业啦。亚当甲夏娃是做事人的，所以伫迄中间，对迄个开始，一直到帮助遮的原住民去卖遐的农产品，改善因的生活。因为你敢若互伊鱼啊，无法度互伊改善伊后壁的生活，颠倒会反转变做补助院内，院内补助，无补助伊就毋知要安怎活。所以这中间，阮开始咧找遮的原住民的所在，开始在做偏向较经济较歹的所在，去帮助因做遮的工作。检查嘛，因为安尼缘故，所以总会元宣咧找讲有人要斗骹手无的时，才去想着讲啊，这政治啊已经吼。退休去啊吼，啊，若搁互伊小可叮当，要有活气，啊，所以就叫我来讲，看会通去桃园教会讲道无？我听着讲要派我去来桃园的时，我一声甲伊讲好，因会通倒转来。我感觉一方面大家说多谢，总是嘛真要紧传达伫过去这个工作以及未来工作顶面，要邀请咱三甲安怎样斗力，互咱伫原住民的事工的顶面。会通有搁较深入的参与，阿免。所以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有一个真正要紧的假事。耶稣在讲，这个到终末的时，迄个终末的审判，人子来的时，要甲这个军队伊的人，当然遐个无军队伊的人，伊无讲，总是甲这个人分做两部分。伊讲互甲。亲像牧者分绵羊一正平，山羊伫倒平。伊甲这个绵羊讲吼，恁会通甲我三甲有分伫上帝，原来已经为着恁备办，原来已经为着恁备办的宴席的恩典，佫是丰盛的恩典。所以迄是一应性，你通甲我三甲享受伫上帝国的应性，啊，然后这个主文讲了。后壁才开始，迄个事实，以下的事实，所以咧讲，我枵的时安怎样？恁互我食；我喙焦的时，恁互我啉；我无衫通穿的时，恁互我穿。啊，咱头前这三项，咱看吼，伫福利会时代吼，我枵的时，当时台湾的社会非常善洽，因送什么物件来？米粉。伫台湾的教会有一个真趣味的历史的记载。我去编总会记录的时，迄个记载讲什么？讲分米粉分甲去互纠正，叫美国的 CWS Church World Service， 这个原来迄个 Mother Organization， 伫遐纠正讲恁甲米粉摕去卖，恁甲巴达摕去卖，安尼会使掠卖？旧制品会使安尼卖？卖杀一啦！啊，所以吼，伫迄中间纠正了。武东牧师拄当时的总干事，伫对话中间，武东牧师甲因讲啥？你互阮米粉，总是阮台湾人食啥？食米啊，食饭啊。所以阮袂晓用迄个米粉做啥物款的食物，啊，你若无甲阮教，啊，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才开始教台湾人安怎用遐个米粉，啊，做包啊，做馒头，做迄个米粉糊，啊，等等这些菜式。
佫会将遐豆仔研做豆奶，啊泡牛奶，啊分互当时的囡仔食。所以伫迄中间，迄个这食食，耶稣在甲遐个人讲，因为我邀恁互我食，这是救济的第一个工作。然后我做甚物欠甚物的时，恁来帮衬我；我破病的时，你甲我医；我伫监狱的时，恁来看我。总是若去监狱要看人哦，我想朱德长老上有经验，吼。啊，总是咱其他的人可能较无机会，甚至假使有一个受刑人、经生人来到咱中间，可能咱嘛会感觉讲，哟，惊哦，吼。佫何况佫是去病去监狱看伊。迄个是无可能的代志，搁较困难的代志。总是主甲咱讲，这个代志发生，这个需要关心的人出现，啊，恁有做这个工作。所以咱看见，伫即个内面，遐个绵羊，圣经上这个义人，耶稣甲这个义人讲的是，义人的反应是甚物？你像义人的反应会足欢喜讲，哎哟，咱报着啊，哦，咱。会通有即款的恩典，感谢主、学罗主，安尼也毋是。这个绵羊安怎应答主耶稣的话？伊讲主啊，阮当时看见你邀互你食，有看到无？无看到啊，所以表示我有做啊无做？我无做呢。我当时看见你喙焦互你啉，嘛无啊。啊，当时看见你无衫通穿互你穿，嘛无。破病。啊，出外照顾嘛无，啊，佫监狱，啊，你都还袂用关咧啊！所以伫迄中间，这个义人在应答主的话时，迄个心内感觉是啥？是心虚啦。心虚会引起啥？恐慌、惊慌，到惨啊！啊，耶稣咧讲这，啊，我都无做，啊，来讲我这，啊，那像。好，那就是啥？是一个更较重的指责。总是咱看见主耶稣甲伊讲一句话，伊讲你行伫智慧蛇中间的一个，就是行伊伫我。智慧蛇一个，行伫智慧蛇一个，就是行伊伫我。咱的台湾话的翻译比华语的翻译更较水。华语的翻译袂是绕口令的，总是白话字的翻译讲，行伫智慧蛇一个，就是行伊伫我。所以然后耶稣在讲，对遐个倒边遐个山羊讲，恁要落去到伫迄个永远袂花的地狱，因为我喙焦恁无，我枵恁无互我食，我喙焦恁无互我啉，我拄着遮个困难的时无甲我照顾，总是咱发现到遮个山羊，甲遮个义人吼，讲的话佫三亲像呢，讲主啊，阮当时。看见你枵无互你食，阮当时看见你喙焦无互你啉，表示甚物？阮有做啊，你也都无讲，你若讲，阮就有做。你若讲，阮就互你满足。总是耶稣甲伊讲甚物？讲恁既然无行伫迄个智慧蛇中间的一个，就甲我完全无干涉，就甲我完全无干涉。但这段圣经的中间，得互咱三个真正要紧的价值。第一个教士是甲恁讲啥？讲迄个要得到上帝对原来为着咱准备迄个宴席，也是迄个丰盛的生命，迄个是永远活的生命。换一句话来讲，迄个叫做永生啦。永生毋是众义社迄个永生，迄个永生是伫上帝所应允，互咱的生命得到永远活迄个永生。所以伫这中间，要得到永生。这个要得到永远活，这个应允，这个是大还是小的代志？恁感觉是大代志还是小代志？啊？分别袂出来吼。永远活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所追求敢是一个上终极的目标，是无？是嘛？什么人无爱永远活的举手？我举还无算吼。所以伫这中间，每一个人毋茫永远活。真正人讲，我永远活，都爱有甚物款的特别的大代志，爱做甚物大代志，都爱教会做中职，都爱奉献上，都爱真济，啊，都爱安怎拄安怎样。耶稣伫这个所在，甲伊讲，要得到永远活，
是一个足简单的小事，足简单的小事。因为人腹肚枵，你予伊一块面包；人喙焦的时，你予伊一杯茶通啉。我细汉的时住伫南投的庄卡，伫平安乡9日地东的重灾区，所以阮兜嘛倒去啊。所以伫迄中间，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对阮兜行到伫南投教会，大概要点半钟久。所以就用走的，我囡仔骹较勇嘛吼，所以用走的呢吼，嘛要点半钟久。所以特别伫热天的时，在行迄条大路的时吼。当时也无真侪大樟树啊，所以足热。总是真正感谢，就是啥物？真侪人拢伫迄个路边吼，一个桶啊，面顶个桶啊写2字，啥子？奉茶、红茶。迄中间你真热、真野线的时，看到迄个红茶，看到迄个茶果，你的心啊啦，足受感动。特别若有人骑脚踏车吼，骑过去的时啊吼，有2种可能性。有诶，迄乌衣裳吼，就甲阮遮囡仔讲：某物人啊，你要互我载无？哦，我若听到这厝边啊，这乌衣裳吼，要甲阮载吼，用脚踏车载吼，啊头前载一个，后壁佫载一个吼，啊阮2兄弟啊就解决啦咧吼，欢喜无？足欢喜诶！所以了后嘛有人啊。你会通甲讲看到某物人，某物人甲阮载好无？你会通讨，总是嘛有人主动，你会感觉足真正窝心啦，真正大心。所以伫这中间，圣经在描写讲，要得到永远活的人，所着做的代志，毋是大代志，是一个上介简单的小代志。总是迄个小代志，伫耶稣的目睭中间，眼目的中间。是大代志还是小代志？大代志，因为你的智慧是一小小的代志顶面，你会通忠心，伊就将迄个更较大的恩赐、更较大的恩典赏赐你。所以咱人看迄个小代志做不要紧，这圣经甲咱讲，若小代志若袂受交中责，无人会通将大代志交托你。所以伫这中间，耶稣在讲永远活。第一个教示，在甲遐个人，军队的人讲，要得到永远活，毋是大代志，乃是一个日常生活中间的小代志。你若去做伫遐个真正需要的人身上，就是做伫我的身上。所以第2个教示，在甲咱讲去帮助人的态度，这是讲工作的内容；第2个是讲啥？工作的态度。这2个人无即绵羊甲山羊的态度，的讲法哪亲像真共款，总是迄个态度有共款无？做嘛无共款呢？所以迄个态度影响到迄个所要做的代志。因为伫这中间，迄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圣经甲咱讲，遐个绵羊讲，阮拢无做啦，无主啊，阮拢无做歹势啦，你讲这互阮歹势到要死。所以主讲，恁已经做了，恁已经有做。为什么有这个无共款的认知呢？因为这个受懊恼的这个人，虽然做小小的代志的人，因感觉阮拢无做到的人，总是其实因做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因感觉无咧做？是因为因甲这个小代志，也是甚至是从主要说看做要紧的代志，已经内化、内化。变做伊的生命自然的表达，所以免人甲伊提醒，免人甲伊讲，伊看到迄个需要，伊就真正去主动去帮助你。我伫做志工训练的时，有一个即马嘛诚做幺五对策的理事，啊，佮参与伫幺五对策的定期定额的奉献，伊是一个退休的教授。2012年。伊到伫嘉义的基督院参加商联委员会所办的志工训练，委托福利会办的训练。啊，有一个人，有一个讲师是中英大学的小讲师啊，拄对英国转来，嘛，迄后壁迄个学历嘛不止好的哦。总是
甲叫伊边牧师啊，咱中间有一个大咖呢，大咖的呢，咱来上即款的课。所以我感觉真奇怪。所以讲，咱的训练是志工训练是一个新基础的物件。态度有啥物大咖的？家己现见家己，所以就甲我比你遐去。啊，有一个老兄弟啊，坐伫迄个所在啊，读迄个教材。所以我就行伊边仔讲，某名人啊，你某名兄弟啊，你是伫倒一间教会出身呢？因为我未看到迄个资料卡，所以啊，你倒一间教会出身呢？伊讲啊，我著嘉义嘉运教会。我讲啊，你倒位工作安尼？伊讲啊，我伫南华大学。啊，因南华大学是佛教的学校。所以，这间南华大学有一个真正大的特色是啥物？你敢知？伊的社会科学院，也是这个社会科学的科系上界有表现的是啥？老人照顾的好科系，这个社会工作的科系。啊，伊伫迄个所在工作，我随想就讲，哎呦，安尼的确毋是普通的科系，的确甲这有关系啦。甲这个公司才会讲这个代志。所以讲啊，你教啥物？伊讲我教老人照顾。讲哇，对我对。所以看落尾看伊的资料是啥？是中正大学社会福利研究所的所长。啊，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做老师的老师，结果来上这款的上基础的这款的训练。因为中间有一个叫做社会福利概述嘛，啊，这足简单的物件。所以我就甲伊讲哦，讲啊，文辉兄、文辉老师，啊，你会通做老师的老师，你若是来上这个课程，伊甲我讲，牧师，你的训练，迄个抬头面写讲基督后壁两字啥？精兵对无？基督精兵的志工训练，你是咧训练基督的精兵呢？虽然我是伫研究所的所长，检查会当算。真谦卑讲，检查会当算是专家的一个。总是吼，若用基督精兵吼，我是啥？幼稚园，因为我只有洗礼2档，只有洗礼2档。伊的太太为着伊基督用要50档，总是伊到落尾才洗礼。伊洗礼非常认真去追求真理。所以我甲伊讲吼，讲啊，郑老师，对明年开始吼，你会通来诚做。这个志工训练、志工训练的讲师无，伊无丢除，嘛无提示，随甲讲，牧师好，无问题，我欢喜做。所以对第2档开始，伊将讲师的费用的讲师费，将甚至爱伊的交通费，伊拢签的了吼，全甲所有的钱，全个安那，搁献倒转来。我讲你哪献倒转来？伊讲对啊，啊，志工老师就是爱做安尼做法啦。所以甚至有一遍伫罗东教会做训练的时，啊，忽然间有一个教授足好的朋友陈宇佳老师啊，讲啊，敲电话拜6要训练啊，拜4也敲电话甲我讲，郑弟啊，我要伫香港开会吼，啊，说袂当转去呢，啊，咱明仔载后一个代志变啊，我咋惨啊，一个。筹备3个月、4个月以上，甚至去年就已经拢超好的代志。啊，今仔日忽然间拄着这款代志，会不会开天窗？临时要掠人，有人掠无？对我甲你聊落，所以我就敲电话给郑老师，我郑老师，你会当斗下手无？伊讲什么事？我讲明仔载。因为拜5嘛，我拜5、4也才好啊。拜5我敲伊讲，我讲明仔载。伊讲啊伫倒位？我讲罗东。啊，伊伫住嘉义嘛。啊，所以伊的课是8点的，8点半，8点的课，所以根本袂赴。伊讲安尼好，你吼订一间旅社，吼我甲太太吼做伙去，伊爱陪我去。啊，所以你为了我订一间房间，所以王永信牧师就替伊订因长老的旅社，啊免费哦一间房间，啊然后伫迄个中间，伊迄暝拜5暝就到遐。我甲讲，郑老师，啊你拢逐遍拢咧奉献哦。啊！你今日这吼，这2年来吼，你的交通费啊、高铁什么嘛就爱收着无？伊才甲讲，上帝恩典教育我用，因为做这工课是我理所当然应该做的工。所以你敢知伊
受过志工训练了后，伊随时做志工，伫倒做志工？伫鹿湾教会。参加的招一群老师，伫鹿湾国中在做得胜者教育，伫鹿湾国小在做遐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所以，这个老师，互我感觉，伫伊生命中间，虽然是真济岁才信主，总是落尾做啥？做大成。伊所做的工课，大工课还是小工课？可能有人讲，迄是小工课，总是迄个要紧性、重要性，已经变做啥？一个真正要紧的事工，总是会通做到呢。对10几年前，对迄个时阵开始，到今仔日，伊还佫安尼做，因为伊甲迄个工作做基督精兵这个信仰，内化变做伊基督徒的生命的表达。态度非常要紧，态度非常要紧。咱的服侍态度若正确，所做的代志才会正确。咱的态度若正确，你所做的代志才会通伫教会中间看见高效，才能看见教会带来教会复兴，看来教会和谐。所以我伫做志工训练的时，我就甲遮的兄弟讲一项，讲做基督徒的精兵，有4个真正要紧的原则。有现在孝敬的态度，第一个态度是啥物？爱主动；第二爱积极；总是第三爱会晓顺服。啊，第4个吼，应该是放伫第一个。所以我放伫后壁的原因，是因为迄是上基础的，放伫下底，叫做忠心。伫主内面忠心服侍，然后伫主动去发现需要，主动去发现问题。有一个长老，我伫一间教会牧会的时阵，有一个长老，来到教会时吼，开始用手，牧师你看，伊爱我看啥？你知影要看啥无？灰尘，对无？所以讲，你看牧师你看，扫无清气，因为教会当时请人外口的人来扫路啊。我讲好，咱来切咧。所以就较紧礼拜进前较紧的，迄个有土粉的所在切咧。第2礼拜用2支针知影，牧师啊，你看，嘛是无清气，第3礼拜怎啊规支手，牧师啊，所以我第3礼拜我看伊迄个动作，我怎甲伊讲讲，莫名对了，你敢知影圣殿的清洁的工作哦，是什么人工作？咱知无？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什么人负责工作？迄个清洁，毋是每一个人呢，是祭司。祭司伫利未支派中间，各另外一个帮头，因为分做本来帮头啊嘛，对无？所以有一个帮头，某某人的家庭，迄个家族爱去做这个工课。我讲吼，圣殿是祭司做，咱即摆叫啥人做？请用钱请外口的外邦人来做，那对旧约的圣殿，外邦人要倒去啊？你袂当入来呢？伊若是信上帝哦，会当来甲外人圆尔呢，嘛袂当入去内底呢。咱今日人登门入户，是因为主的缘故，拍破迄个旧约的传统，特别宗教的改革了后，人创啥？人是祭司。所以人是祭司，咱用用先先干来付礼拜，然后用你的手来咧摸，伊也看有清气无？我怎甲讲，长老你去迄个灶骹遐吼，遐倒布摕来，咱2个来揉。这长老吼手插过，全对我紧紧上，意思是啥物？啥是我？所以我才从后壁遐祭司的理论甲伊讲，所以迄日拄啊开小会。伫小会中间，我甲遐兄弟讲讲，咱的教会吼，请人来扫是好啦。不过吼，会当制造就业、淡薄仔帮衬这款的人是好。总是扫无清气，这啥人的责任？毋是牧师的责任呢。牧师毋是庙公，嘛毋是牧师公，牧师公另外一个嘛吼。所以伫这中间会教会讲啦吼。所以伫这中间，咱正人来扫，13个长老接事吼。拄啊一人啊啦，一跪拄几遍，1遍，
你去招2个人来，7礼拜1个人来负责。讲了后，中就甲佢讲，无啦，牧师好，无讲到尾哦，好通过。所以到今仔日，哪像要中入咧扫？恁兄弟姊妹，迄个主动发现问题，这个长老有主动发现问题无？有啦，总是欠过后壁执行力。后壁执行力是安那？爱积极解决问题，爱积极解决问题。毋使你教会嫌东嫌西，然后你嫌这个歹，嫌那个歹，所以你教会中间有当时10喙9猫，这是较好听的话。所以阮在南投吼是10喙9尻川，对无？听过这款的话举手？哦，嘛真侪人知嘛吼。所以我常常伫志工训练的时，常常甲讲，拢一个真深的体验，是教会特别的教会，是做人的组织的所在。讲吼，假做假错，无做啊啦，无错。啊，所以吼，做甲流汗，嫌甲流汗。总是我勉励所有遮的兄弟姊妹，包括今日咱在座兄弟姊妹，流汗若毋是你就好啊，毋通家己流汗。吼，风险甲流汗，毋通这讲险甲家己力啦，流汗若毋是你就好。所以咱就当心努力，发现问题，主动发现问题，积极解决问题。总是积极解决问题嘛有问题呢。有的人说家暴吼，变做家暴，说无特殊。所以伫迄中间，教会爱有特殊，好代志嘛爱有好的特殊。所以伫迄中间，爱有教会体制。伫教会体制中间，来降服牧师、中级的事工的引带，互咱这中间会当打合好势、好协好势，互咱的教会伫这中间透过安尼的连结，会当搁较上轨道。或者教会有一个特殊、有一个轨道可行的时，伊才人知影有一个头前的愿景是啥，有啥物目标无？有啥物款的策略无？透过迄个策略，互咱会当教会同心合意去完成上帝的工。所以最后我咧讲忠心，忠心是安来啊？就伫这忠心的基础顶面来起做头前迄3项，互咱的教会伫这个所在，也是咱所参与伫社区的工作，所参与伫你的职业的工作的顶面，拢同款的态度，内化变做你生命的态度，互你的生命真侪主耶稣看做水，看做要紧，会堪得到永远活的永稳的生命。阿免。最后一项，伫这中间，耶稣在甲这个军队伊的人在讲的是，最后一项在甲因讲啥？伊讲吼，恁做这个代志的时，伊甲家己甲什么人平等？你敢知？保罗先生讲吼，讲主耶稣原来是甲上帝啊平等，对不？总是为着听世间人的缘故，真侪来到世间，吼，各方甚至定死是加定，顺服到底死，顺服到底死。原来是最尊贵的，总是却变做受患，却变做受患。伫这中间，迄个咱看见讲，伊为着罪人定死是加定，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耶稣到落尾，伊的身份是啥物？是圣人，是上帝的囝，还是罪人？伫迄个时阵，伊是甲罪人同款呢，甲迄2个贼同款，定死是毋是计定的？所以甲遐个罪人需要拯救的人同款，总是伊用家己本身的生命，无有罪的生命，来替咱遮有罪的人做赎回祭。伊认同伫遮需要拯救的人，伊甲遮送养人、散车人、无衫通穿的人、无物件通食的人平等同款。所以伫这中间讲，你若行伫至美时的一个，就是行伫我。伊家己处什么的路形象，甲遮人同款，处罗卜的形象，做服侍者的形象。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耶稣的教示，伫这个中间最后在甲咱讲啥？就讲你服侍遐个人，
就是你服侍我，我就是遐人。所以有一个故事咧描写 ，Saint Francis 有一面骑马出去，啊，伫路边看到一个乞食，生甲真太过烂落，穿甲破破烂烂，啊，有一个真正深的感动，全咧落马，挖去迄人看袂起，真正破烂迄个款式的人，甲伊揽的，所以等于揽来时，才发现一人，迄个原来迄个真歹看的面，所以变做什么？变做耶稣的面，特蕾莎修女，伫迄个加尔各答，创设一个真正要紧的修会。我特别咧看特蕾莎修女的迄个传记的电影的时，有一个互我真正深的印象甲感动，对伊的册嘛同款的感动。伊甲主教讲：“主教，我看遐个送乡人，看见遐倒伫路边遐个艰苦人，遐个破病要死的人，无人去关怀，无人照顾。我感觉我真有使命感，我足有感动，要去照顾遐人。”总是主教甲伊讲：“讲你的专长，上帝所予你的恩赐是啥？你敢知特蕾莎修女原来做啥？有人知无？学校的老师。伊讲你着好好啊，将上帝所予你的恩赐，好好啊运用，好好啊教册就好。你莫空思梦想，做遐有诶无诶。所以，甲伊安排去避暑啦。啊，去伫迄个印度上北边的所在，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去避暑。啊，去避暑的时，伊也坐火车爬山。才伊去伫火车头要坐车的时啊，伫车顶的时，看到一个倒伫月台面顶的病人、老人、艰苦人，倒伫遐手伸长长，伫遐画啥 ？water。这部到我落尾伫2012年哦，我家己本身去亲身拄着迄个经过的时候，迄个感动搁较深。因为2012年的时，9月28，我去营总入院，然后去做心脏的手术，啊，就是甲破开了吼，心脏摕出来修理的，才阁倒倒转去。所以伫手术房到伫恢复室的时，到伫交互病房的时候，规个喙拢总哒，因为迄个麻醉剂啊吼，醒起来时啊，拢无啉水嘛吼，都大哭哭，拢袂讲话，啊，佫真软弱，嘛喊袂出声。所以吼，我就用手吼，真软弱的手去摇迄个病床的边仔栏杆，哭。啊，一个隔壁床，因为我的护士吼，因为我若一床一个嘛吼，啊，迄个护士走去支援一个更较要紧的急诊的手术，啊，所以吼，托隔壁迄个护士照顾我，吼无法度讲话，哭。你知影我经验了一项，我伫爱啥物件？哈，爱水通去。总是我若要讲水，我家己本身较早读语言学，所以知影发音的所在吼，水有几个所在的动作，你敢知？字囥伫什么所在？啊，要安怎发音？有困难无？伫无法度讲话的情形下面，要讲水，吼有困难。要讲水还要卷舌，更较困难。所以讲上介简单是啥？你敢知 ？water。我去啉一口，我想着讲，迄敢是德蕾莎修女，伫迄个车顶看到迄个老人，伫遐伸一支长手，伫遐咧逼这个爱人，互伊一杯水，嘛得袂到迄款的感觉。迄个护士因为照顾即款的急诊手术了交互病房的病人，嘛真麻烦，阁啰嗦。所以甲讲哦，你要干什么？迄个感觉互我讲，哎呦，惨啊，拄着好过无啊！我只有安尼甲讲 water， 因为字甲托着都有啊嘛。所以伫迄中间，
你敢知修女伫迄个中间，到落尾伊决心转来时，甲主角讲：我无论安怎样，我要做这个工作，请你互我完成这个要紧的使命。所以了后，伊看遐尼坚决，所以互伊去做这个工作。伊逐遍咧替遮个老人、替遮个破病的人、要死的人洗身躯的时，其中有一个要死的人，手甲伊揪咧，甲伊讲吼，讲 Sister Teresa， 我活地时，亲像精仙，亲像精仙，总是我要死啊！我经验到我是真正是啥？是人。你兄姊妹，特蕾莎伫迄个中间的服侍。是甲这人看这是主耶稣基督，甲这需要欠缺的人当作主耶稣基督来服侍这人，互这人伫困苦艰难的中间，看见伊是上帝的宝贝。你兄姊妹，原住民有真正侪议题，检查咱就感觉讲，亲像我去即摆伫山顶，伫大安溪的流域面顶上流，有7个原住民的部落。在推动迄个产业的发展，甲帮因卖物件，啊，佮甲物资送入去内底，帮因做这个救助的工作。真侪人甲我讲，牧师啊，你去搭迄个摩天轮的山骹遐哦，迄卖红旗啊、电旗啊，卖甲写鸟哦，啊，拢嘛好个人。你去看，因的车一定拢比你搁较好。我袂使用我的车甲伊比，因为我的车是有一个牧师吼，买一台新车了，甲伊迄个旧车18吨久啊吼。啊，28万公里啊！吼，总是要会用尽。啊，所以讲啊，你无车，无这台互只有对车用。所以当然袂使用迄台车甲因的比嘛，对无？因为二手的车嘛，比二手较早新。有影，有个人经济，我去东部中会牧会时，真个人的厝比我的厝搁较水。总是我去了解原因，奇怪，原住民现在厝去互拍卖的机会啊呐！是平地人的几若倍，什么原因你敢知？因为因看见隔壁起一间厝，用砖仔起的，因感觉讲，哎呦，啊人隔壁起一间厝，遐尼水吼，啊我起这要伫用迄个石头贴的吼，啊所以嘛要安那，嘛要起一间厝。人会当安尼，输人毋输阵，这对台湾人学的，对待汉族学的，输人毋输阵，啊输阵就安那，歹看面。所以，当伊有工通做的时，有钱通去纳贷款。总是当经济歹的时，特别是房地产歹去的时，起厝的个案也少的时，伊的工课多哪？都无去安尼，也是少去啊。纳袂起，3个月我就要了解上，3个月农会就会通甲伊讲哦，你若无来纳，要甲你拍卖哦。6个月若无纳，歹势，就已经上法院的。拍卖王啊，无去啊！我伫东部买一间厝，是迄个要互拍卖的人甲讲，牧师啊，你拜托你去标啦！我迄间厝吼，你若标起来，我能够用我大好无啦？伊迄间厝标出去了，伊无所在通大。你兄姊妹有真侪因素，咱有当时嘛是加害人，你敢知？咱的观念做法嘛加害他们呢。总是咱看见迄个现象，讲啊，因为爱食袂讨趁，甲爱啉酒，无拄是安尼。所以连兄姊妹有真侪遮个社会因素，毋是咱看到的。我到伫迄个所在，咧帮衬遮个原住民的时，其实我无摕金钱入去甲因补助，但是我用科技、用农业的财物、用遮个经济、用做遮个物件、遮个生产的物件。来帮助因，互因对迄个所在定心来起错。所以有真正一个做法，原选检查有人讲，啊，这原住民真正拢嘛基督徒啊。所以原选原住民要有真济问题，毋是咱会通知影。我伫高中毕业，捌伫泰雅族教册，了后，搁伫东部12冬久，甲原住民做伙爬族，做伙同工，真清楚因的状况。所以我嘛伫这个所在。透过这段圣经爱勉励咱，三甲用这个耶稣基督，互咱得到应允、应声、应允的价值，落实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去帮咱看见遐需要，帮咱总会推动这个工作，
或者工作会通去遐原住民，包括伫偏乡的所在，包括伫来到伫都市，拄则祈祷中间来到都市的所在，因会徛起，会通得到帮助。毋是咱做袂到，是咱要不要做？愿咱真正会通伸咱的手来参与伫遮事工。啊，我嘛伫期待咱有一天，嘛通好有机会来报告迄个实际上的事工，互咱会通伫这个所在更较积极地参与伫遮实际的工作。嘛透过安尼，互咱得到利益甲帮助。三个阿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对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甲提醒。愿你的话更新阮，互阮对你的话来得到学习，内化诚侪阮的生命的一部分，互阮能主动积极、忠心顺服，来为主你做工。伫你的面前，阮将屯教会这个原来就是充满疼心的教会，搁一遍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施恩赐福带领，互这间教会继续诚侪疼的出口，诚侪疼的灯塔，或者黑暗百姓中间的人得到盼望。伫你面前，阮安尼感恩祈祷甲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免。多谢詹牧师的正道，下面咱继续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520首，至圣的天父，求你按落听。请咱起立立关手。请坐，下面来奉献，那请刘伯君柯明伟两位执事来施献。
会长请起立，三甲的吟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我来报告，大声，请咱大家做伙来读今仔的金句。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智慧世之内，就是行伊伫我。马太福音25章第40节，来请。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智慧世一个，就是行伊伫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智慧世一个，就是行伊伫我。马太福音25章第40节，请咱大家掀开周报头一页，顶周的聚会的情形，咱家去看。后礼拜服侍内容，请咱大家来参考。后礼拜第一场甲第二场是合并，是要开会员好会，9点半开始，请咱大家注意这个时间，9点半开始。书房的人员请咱大家来准备心。周间的聚会的情形，请咱大家来参考。咱伫这个拜六2月21啊，7点半有这个查经班，陆续来处理。其他的各团契，咱有时间会当来踊跃参加。教育部的课程有小班，甲正成班，甲主日学的课程，请咱大家来踊跃参加，受招就。下面教会小组的聚会，咱大家就阮伫各小组来踊跃参加。教会小组的大道事项，请大家看，一个祈祷的中间来关心。继续这个奉献的明细请咱大家来参考。若有漏交，也是有错误，请恁往中心来提出更正。掀开第8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是原住民宣告曙光的奉献主日。咱今仔真欢喜，有邀请到詹正治牧师来咱遮请安，甲为咱证道，咱即时来感谢伊。谢谢，好。今仔下晡1点，伫9楼要召开主日学的会议，请咱同工、老师佮各班的主任来出席。后礼拜主日，咱是9点半要来举行2019年的会员好会，请咱会友踊跃出席。咱头一场的礼拜甲第二场的合并来举行，请咱大家来注意这个时间。后礼拜中昼是12点半，伫6楼办公室召开行政部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后礼拜下晡1点，伫701会议室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教会消息的报告，头一项要来简化咱会友来申报综合所得税，要来附这个奉献证明，咱即下要来改变。对今年开始，要来进行奉献证明甲国税局的电脑连线，所以若有需要的会友，伫6月30以前来到找咱6楼财务干事来填写这身份这资料，咱来综合来办理。第二项，3月13开始有这个受洗班的，洗礼班的要上课，若要领受洗礼的兄弟，请咱去办公室来填表报名。第三项，教育部的奖学金审查委员会
对今仔日开始接受107年度的第一学期奖学金的申请，到后礼拜2月24中午12点来截止。若要申请的同学，请你伫即个时间内，将这学校的成绩单、影本，甲填表，咱个刷卡的记录，也是你的服饰表，也是周报，来交校各班的老师、主任、团课辅导，也是6楼的办公室。申请的办法，请咱家己去参考第4楼的公告栏。拄则即个我报告过吼。今年的即个查经班吼，2月14拜四，暗时7点半，牧师来主理，是教会的培训。教界消息头一项，妇女世界公告日的活动，伫3月15拜二上午9点来报道。地点伫中立教会，每一人100块。报名是2月24截止。请来会长、温香会长，也是美玲副会长来报名。第二项，2019年的暑期儿童少年营的教材，主日学的教材研习会，对象是牧师中级、主日学的老师同工、营会辅导甲同工。一人报名费是300块，若要参加的人是，伊的时间是3月到5月，每礼拜六上午9点到12点20。若要报名的请咱去4楼公告栏看了以后，来统一报名。第9页，第3，和平公益228事件的72周年相关的纪念活动，这活动的内容呢，咱就海报。有大伫1楼的公告栏，请咱大家来看。第4项，1072的得胜者的课程训练会，时间是拜六早起9点到下晡2点半。课程的内容是真爱守门员，地点是浸信会益恩堂。若要报名的人1人500块。请咱去4楼公告栏来看。其他的请咱家己来参考。但即时请牧师来报告介绍新朋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件代志来强调，请问后礼拜几点做礼拜？9点半吼。所以咱听好9点就爱来遮备办心，对无？敬拜因这拢搞因着细声，对无？对啦吼。好，到底该来到咱中间做礼拜，咱看一下咱厝边隔壁一个好无？来笑一个好无？莫遐歹看面啊！来，有一个来，后面叫什么名字？哦，沈宏宇，来，我们台长欢迎他。好，请坐。等一下我们6楼有爱餐哦，阮6楼爱餐，请你老婆做伙来遮享受。敢有人伫这中间看遮厝面隔壁？敢有较青分呢？大家看起拢足青分。好，头寡咱有一只来介绍这个詹牧师吼，一只伊嘛有一寡代志，要来一只补充报告，咱要用普仔声来大家欢迎来感谢。歹势，佫延长大家淡薄仔时间。我来报告几项代志，就是邀请啦吼，因为我即摆伫邀个对策的协会工作。所以伫这中间有几项工课，甲原住民有关其中一项就是，即摆伫迄大安溪吼，就像我咧讲迄大安溪，倒南阁入7个部落，咱伫迄所在帮助因做产业的发展。迄个教因种，总是若无有机会通卖出去，无有通路，遐个生产的物件有路用无？无路用。所以伫今年我要邀请10间教会来。成立一个叫做志工队吼，就是做产销的志工队。伫教会中间会通登记遐个因生产的有机的蔬菜啦、有机的鸡蛋啦，日常的生活遐农产品，也是这基层的物件。即摆过来4月伫要生产啥，你敢知？梅啊，佫有笋啊，德国笋的哦。迄个物件吼，咱真学得创，所以咱即摆咧帮助因去发展这个产业。所以若下当伫正教会，咱伫团购的概念，
去帮站有两个人出来斗骹手，就人伫帮站遮个山年兄弟吼，甲因的物件啦销出来到伫平地。所以用教会的团队成做第一个团队。第二个团队我们用网络。当然其他要有公司行号，所以咱人毋通透过安尼来后置迄款迄个市场啦吼。有市场，因才生产才有法度出路。所以伫这中间嘛，呼吁咱大家知影，这甲一般社会工作的团队的性质无共款。总是若无有这款的生计的训练跟设计，这个人永远拢是啥？原来补助甲送用。所以这点，互咱大家参加来参与。另外一个是咱原住民，毋是讲台湾有原住民。咱北部大会吼，有做一个真要紧的国际的原住民事工，你知影倒遐无？阿卡，咱捌听过无？伫泰北阿卡，捌去过遐唱。即马吼，咱北大吼，大概20几年久，担甲袂担输赢啦吼。所以2当前，就是2017的时阵，16的年底，决定17、18、19到今年结束。迄个所在吼，投入的资产吼，干那迄个训练中心吼，大概超过2000万以上。所以即马无爱担啦吼，叫因独立。所以这中间，当时因的做法就是讲，甲遐囡仔对山顶吼，山寨部落啊吼，请落来到伫青内的所在，互因有机会通读册。总是吼，读了吼，因全甲迄个涂骹袂输，迄个经济迄个材啊吼，甲考起来了吼，全种袂转去啊。所以伫迄中间，遐个部落要求是送用，所以要求对策。因为我捌做过阿卡的迄个委员会委员，所以我去看过几摆，我感觉很痛心啦吼。所以我一直建议讲，都爱有帮助因做农业的发展，做产业的发展，才会通帮助因解决这个问题。福音才会人传入去啊，才会人扎根啊。你甲背出来了，就是背出来嘛。所以扎不回去，所以咱伫今年派2个农业的专家。咱基友对策虽然拄开始无钱，总是咱派2个专家，夫妇到伫迄个所在要成立农业发展的中心。即摆是讲宣教中心一个功能尔，即摆搁一个叫做农业发展中心。所以我伫3月初6。含一个常务理事吴道昌长老，咱南港教会出身的吼，吴道昌长老要到伫泰越南、柬埔寨、泰国去看遐个代志，转来了积极的去帮助因。所以这嘛，互咱大家知影。咱另外一个最后一项就是，迄个要求对策，继续做基督教福利的，我在做遐个工课，做志工的训练，甲做灾难。危及灾难的悲伤的辅导，以及迄个灵性关怀，就是临终关怀的这个训练。这2个工作，志工训练甲这个专业的训练，福利会新的执行长因无法度做，所以我既然是我最开始的，佮这边嘛同款的功能，因为迄个心灵的要求对无？心灵的要求嘛是要紧对无？毋是干那腹肚饱就好啊，所以心灵的要求，所以。我全今年捡起来做，嘛感谢咱马街病院甲双联教会来支持这个事工。所以伫今年6月24开始，24到26，7月是29到31，8月是26到28。每一个月最后迄个3天的拜1到拜3这3天，做这个要紧的训练。这个训练是因为8八水灾的时，我到伫基山的时，我看到一个志工吼。佫是牧师的志工，看到迄个对山顶纳马夏的人，互救落来到伫山骹的时，看两眼空洞，吐伫迄个所在，足艰苦的关系。甲伊问讲，医生，有啥物损失无？咱是真关心对无？这医生甲伊讲，我的厝都去互留去啊，阮太太嘛做伙去啊。安尼是表示啥？伊无讲因太太死去哦，伊讲太太嘛。做伙去啊，表示讲死去啊，所以伫迄中间，这个兄弟，这个同工吼，这个志工甲伊讲啥？你有足伤心的无？你想安问即句话对毋对？对有帮助无？有得到安慰无？拄啊一个伤热，搁用一支刀啊呐，
加个抬落去。所以伫迄中间，我才讲啊，志工也是基督徒，要帮助人的是有热心、有热诚、有疼心，有够野无？无够野，要求爱有受过操练，欢喜受训练。啊，所以咱这边这个训练是针对教牧，以及才伫教会将士关怀的同工。所以伫迄中间，咱嘛欢迎迄个中华民国的社工专业协会啊，已经嘛欢喜要投入这个训练。所以迄个训练已经嘛足侪专业的单位认定的课程。啊，所以我毋望咱的教会在做社区工作的时，也是伫教会兄弟有啥物困难的时，咱要去做关怀，咱若受过这个训练，咱就知影讲哦，起码袂个做错误的工作，啊，佮起码会通帮助家己，保护家己，免致到 PTSD， 就是创伤压力症候群，替代性的创伤压力症候群。所以伫这中间，我望咱教会三角来参与这个工作，啊，派较侪同工来参加这个训练，啊，这个训练名额嘛无济啦，伊人用阮50个人尔，啊，所以伫这中间，我嘛用这个机会报告咱个知影，啊嘛，互咱遮个青年，这应该顶顿爱讲，就是若要去阿卡，咱伫8月有一个国际志工队，啊去阿卡帮助这个农场，啊，所以伫这中间嘛报告咱大家知影，多谢大家。以上报告，咱下面来继续上映395首，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上映刷，请牧师来接导，请咱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丰盛的赏赐，以及圣神的引带带领，互恁伫生活的中间就真侪听的出口，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下面祝歌。
电乐绿岛。下面咱来行平安礼，请咱起立。